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昨下晡发生伫屏东县西子乡台一线的火烧车。原来第一时间救援的是这个拄啊好过路的两个员警，甲嘛是拄啊好过路的民众，大家合齐赶伫这个火也未烧甲真大进前，甲吊伫车顶的一家口仔3个人总救出来。 屏东县西仔乡台一线路口，白色小客车雄雄弄对安全岛，无偌久车头开始呛烟，一台修理车停伫路边，赶紧去救人。 会使看到车头的白烟愈来愈侪，不过，互人更加烦恼的是，驾驶翁仔某和5岁囡仔拢还伫车顶。囡仔互民众救出，不过驾驶和太太无法度叮当，车门搁锁掉咧。穿白衫的先生自后壁破起的窗仔门内底，冒险去车内甲车锁拍开，甲2个人救出来。监视器画面现光了，才发现这位救人的白衫先生是台南市警分局的侦查组。伫现场救人的就是这位姓洪的侦查组。 把它抬到路边以后，担心那个车子已经起火会爆炸，就把那个民众再往里面移一点啊，然后就开始引发大火。嘛，伫现场的张姓女警员伫边打电话向消防分队报案，现场无门牌号码，不过也是有消防人员一个明确的位置。虽然迄天因2个人是为着要办一件4年前偷摕物件案件才会经过屏东，不过身为警察，伫路上拄到任何急难，拢会想要斗3工。 第一个反应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是看到人在车上就想要赶快把他救出来那样。新闻现光了，因嘛要感谢所有伫现场救援的民众，赶伫大火进前做火救车顶的人员，才互这件火烧车意外无造成重大伤亡。